每个什么，你听的飞跳营养，从深夜贪官个上，读懂音是公文银汤。每个什么，你听的飞跳营养，从深夜贪官个上，我想然后慢慢模样。每个什么，你听的飞跳营养，从深夜贪官个上，读懂音爱公文银汤。每个什么，你听的飞跳营养，从深夜贪官个上，我想然对都没模样，从深夜贪行业。家破主办，然后随时改改是水盆后蹦天星，碰见到改做两下半副落去，主角蹦出一身，时空用唔敢配唔会飞，太累了好少转移，转到佛表落最木主只下湿湿。每个什么，你听的飞跳营养，从深夜贪官个上，读懂音是公文银汤。每个什么，你听的飞跳营养，从深夜贪官个上，我想然后慢慢模样。每个什么，你听的飞跳营养，从深夜贪官个上，读懂音爱公文银汤。每个什么，你听的飞跳营养，哦耶！哇，乡亲朋友，大家分享你今届来宾係佢係來自你台灣嘅演唱流行音樂大賽行業組得獎嘅二獎嘅汪仲偉分享。Hello， 大家好，我係 Voice 汪仲偉。今日當歡喜就嚟到福喜來咧。耶，分享嗬，其實今日你係第一擺來到福喜來咧，係冇？係錯。好，感覺看來有一些些緊張嘅感覺嗬。其實絕對冇緊張哈，因為哈，你大家可能你當歡喜，為什麼呢？因為對你個客家嘅音樂，我們說音樂圈裡面，我們總是希望做得不斷的盡看到你個新面孔、性感面貌。所以今日你第一擺，鄉親朋友發現，哎呦，大家好像你就會馬上，哇，終於我們又看到新面孔了。對。是嗎？那你自己講一下，你加入這個客家音樂圈應該是歷程時間和動斷哈？係，禮拜當歡喜第8年嘅時間落得去參加嚟台灣演唱流行音樂大獎，當歡喜做得你會拿到2獎，還有到現場表演獎，當歡喜。哇，現在還很開心嗎？現在已經就是已經搞得要為半年嘞，還是覺得很高興？還係受到冇辦法相信，不過其實咧嚇，因為咧比賽，可能要動到事情要。出來咧，好無限，要去到要一點點冇強融到挑戰嘅時間，因為咧比賽。好開心吼，實在係當歡喜吼。不過鄉親朋友要去到冇吼，佢可能有點維修吼。不過行業有講到非常介好。其實你行業一直都這麼不錯嗎？沒有。其實我學校從細其實聽英文講下，不過老師應該學校講故所。其實我從細。你愛老愛哥哥，其實聽係識，不過行業其實冇買會講。可是你這樣子講解，按我你講長途吼，冇從去練習到經驗中咧，感覺你其實從細是有講過，錯冇？可能嗰時候因為老聽係識，可能有啲關係，要聽要習，係啊，係種係從細完全冇聽未冇講，可能冇辦法從飛跳一學，可能。如果好難，好，咁你今日當歡喜做啲繞牆到位置係嗎？位置來到因哋節目地圖，佢係你講你講，對你客家歌曲地圖嘅性感面貌，安樣嘅概念，所以我幫你30秒嘅時間，在這個透過天時記到大家都好好講一下你得獎的心情，或是你有什麼話想說，你可能一直都沒有好好的說，對不對？透過天時記沒有，對不對？好，大家來，你來鼓勵係嘛？曬，今日得獎嘅係你嘅行業組嘅2獎，汪仲偉，耶！因為想成我現在得獎的話，沒有你可以真心想講的，對，或者過去想講沒講的，你現在講。只是當歡喜，因為其實演唱流行音樂大獎挑戰你，其實應該參加就報名前到擺咧。禮拜係第一擺吼，就是有機會，結果還有得到獎，其實應該去到，因為挑戰你報名嘅時間可能係想動，想講前當上嘅就做得係講做得哪動樣辦。不過其實我禮拜我去未動生氣，我禮拜報名嘅時間，我讓朋友其實說好啊，是報一下的時候咧，因為隨便啦，輕鬆性啦，每年都有，想說就還是報一下。然後每年又冇得到，沒得到。古時候是沒有期待太多，所以這一次心態算是很健康。對，然後其實
报名了之后也有点就也没有特别放着管它，对，然后俺记得该是应该手到该痛地的时间，该错的应该朋友奥多拜还有 boy， 该看到迄朋友拢爱讲的，你芦笋听下来，底下边喊啊，一直叫，对，很兴奋这样子，哇，一直大叫，对啊，就是很开心，而且有礼拜就2条狗没，嘿啊，故说。是锦溪洞凤，真的很开心，有点到现在还是有点，就是有时候还是会回味一下那时候轻飘飘的感觉。对对对，真的，很棒。你看到唐贝这样分享，你时期都去锦溪洞凤去，俺像下班俺咪老去学习，係講俺因為比賽嘛個獎，該半日俺咪冇去頂，然後去學到擺，冇誰陪你在挨，可能會有俺樣個驚喜哈，對，然後在路邊抬起俺有感覺，好，所以恭喜你哈，俺希望冇病去，除了條路。其實因為當簡單行，不過係一步一步來做哈。做啲本你客家鄉親做啲談到很好多，你客家字體新從做改歌曲，家談到家歌曲，歌名釀，係嗰種釀，對不對哈？東西釀皮來，木耳釀咗來改釀，因為貼片少改一下兩條歌曲麼？好，其實釀兩條歌咧，其實用漢語來詳細講，像你講嘅東西吼，像人跌到天底下，釀起來。係啱是上講，因為是從啱講嘅，其實詳細冇埋講客，故所其實漢語冇講清楚，可能聽嘅説，你諗下阿哥咪係強容。即係從啱開始做客家語樂，以後啱其實上講，當從啱飛跳，啱將啱漢語啊，重新做，有啲從全部嘅數據，啱跌起嚟啱飛跳嘅釀起來，係是從咁樣，還有另外一種想法是講釀到日文嘅。yummy 就叫唱 yummy 是講清好學、當好學的意思。還有因為是，你還是因為我一下其實大毛背，我從頭可能上次會家長日將全部去擺，全部那會學到我可能家婆煮的東西，可能佢嘅班山啊，用班我學到大概學到我真是覺得哦很感動，有點像是被外婆的料理從。外面都市撿回家裡，只是轉到我嘅感覺，故所應該是寫了條歌一種釀。談過兩條歌曲，你在染蟲嘅世界中間洞，就地圖中間洞還有口白。最開始應該就，因為我這首歌前面有一段很長的前奏，然後該需要比賽嘅應該是想講，我愛講一下，老釀兩條歌就想講一個故事。係啱比賽嘅，時陣啱體育班講嘅係，講啱轉到課啱做啲驗日班，啱是講，大家去轉去課下，去湊差唔多2點鐘嘅巴士，轉到新埔，都需要嘅是，啱是轉去課下，打開冰箱，看到家婆煮嘅菜，用天風吹一下，你攤下雪，大家應該去到，睇到家婆嘅菜冰落最多，啱是會去到，啱真係轉到課嚟。係，我是講了東西。咁係第2擺嘅，咁係演唱嘅表演嘅時間，我有改了一點，即係好冇強容，因為第1擺講嘅係每套對我嘅讓向，第2擺係上，第2擺我講嘅係我從新竹嘅坐巴士轉去新埔嘅時間，你恰當我會聽到錄音嘅講客嘅上，係因為佢係上其實。啲毛背冇可能有嘅，即係轉到 vogue 上少嘅上，故所我聽到嘅上，我去到我真係轉到 vogue 咧，因為很有會聊嘅行業係真係對我來講，聽起來情冇強容，係啊。你看哦，其實你個位置25歲，23。冇要緊，你23歲，甜講看，分享自己對阿婆嘅家婆嘅感覺啦，對客家菜嘅感覺、故鄉嘅感覺，其實係非常嘅情感。對，就是你對這件事，你對呢一件事情嘅認識，其實是有很動情嘅一種感受，所以難怪會有安樣嘅創作嗬。咁我講到呢一篇嗬，其實你嘅表演嘅時間，你係心意感應，你跟哥哥強下，咁大家會講，哥哥強下，哥哥就嘛嘅貼片，所以哥哥就係音樂人。係，佢呢個佢就咪係應用，佢呢下就搞隻樂團，係佢係打鼓嘅，係鼓手，一擺是前幾次咧咪係嗌第1擺，讓嗌哥哥強下合作，係因為挑戰其實，因為從細其實是啲各種嘅時間，差唔多係啲各種開始，因為是當校堂
唐日哦、高日哦样板。不过两班演唱咪係提一排撈去合作。所以你老哥哥冲洗头台就接接向下高兴了，错冇？好，兄弟朋友，其實還有當多聖詞嘅故事，你先聊下，等下讓常嚟講。好。你今日繞牆道係來自你講台灣嘅演唱流行音樂大賽行業主嘅二獎嘅網總位置，當翻而嗬，再次的恭喜，再過100恭喜。你上台節目講到你高中嘅時間是到哥哥教強下教音樂，可是哥哥比你出道的早，就這樣講。對，沒錯，他就是搞緊樂團，跟合作是可以去做，進去就傳到錢，應該是好滿掉漢第3棒。沒關係，不過禮拜你這一次繞牆哥哥強下去到演唱兩隻比賽嘅時間，哥哥一口就答應了。其實當時是因為其實我哋條歌念寫出來嘅時間，我就先做一隻 demo， 用啲名錄當歌。開始其實未喊忙埋推翻演唱流行音樂，就喊忙未喊忙入圍啊，全部。不過開始其實幾時當終於那條歌，佢喺度分享啲。可能佢嘅 Instagram 啊，還有面書。不過改良是已經係從行業咧。係。OK。不過是係最先取堂嘅版本。從啲 demo 啊。係，是 demo。佢開始是幾時當終於要聽佢分享本台自家堂。係，佢上喺處度，其實禮拜前期來強下做呢一條歌，其實咪當有歷史即係講，其實我寫呢啲東西啊，家譜嘅菜啊，順風啊。其實聽係咪係當有感覺，因為對佢來講咪係強融係搶食嘅回憶，係佢上喺處度禮拜前佢來做呢件事情係最合適。他除了阿哥有彈過之外，不過還有冇啥彈過？我爸爸咪有彈過，係我爸爸有彈過，係啊，佢咪處到前後，因為其實我想念啊一條歌嘅時間。我喊忙寫時，我寫大白轉戲，因為其實我轉戲是到家譜嘅出，咩係啲家譜改編，係記了係家譜嘅視頻，冇學睇到大轉來，係變嚟變上。故說我大白寫的時間，我是讓我爸爸講，我覺得真的每次吃到真的是從我念地步寫，轉到我用到嘴目注意下子是不是？我就說我每次真的是很感動，就在那邊吃到。好，我要講一下，這麼誇張，真的很誇張，這麼誇張，真的超浮誇的，這麼浮誇，對，好啦，真是啦，好，因為真勁誒，因為啲冇會説，冇會東西買色簽，轉往一台盤，所以你的關鍵係簽。沒黑，好啦，我開玩笑，搞笑，沒有啦，我覺得很棒，因為我聽你分享，我覺得哇，一個對我來講，要去到有這麼又按親切嘅感受，又會合上癮，其實不容易。對，現在很多年輕人沒有辦法又按親切嘅感受，新老輩是好嘞啊，對不對？按簡單，買個阿婆煮的菜，家婆煮的菜，可是你卻可以讓你有這麼親切嘅感受，而且還可以寫創作這首歌，這樣。係，因為家婆的菜其實對我來講是搶食嘅。夫人，因為對屋嘅梅頭是真是說。所以你有跟家婆代過？其實冇呢。哦。不過搶食撈家婆動情。係啦，創條戲劇改編。佢哋跳歌曲。係。家婆。家婆，我其實我就向我爸爸講，我本佢就談，不過我爸爸去到，我設計戲，撈佢講那條歌係寫埋東西下好，不過咧下有啲磨痕，我咧下前手戲機喺邊説盤，因為跳。前一段時間係該病毒係該疫情的問題，所以也比較少去。但我對啊，可是我深刻的建議你，千撇該建議你，真係親在時間該加幫家婆。係，真是我覺得真的，倆非常該重要哈。不過講到倆片嘅世界，我愛起到都有意思嘅係，你為什麼會突然是用行業來重組咧？係，其實應該最先上嘅高音樂是最先咪係用翻譯來寫歌好多，係，所以從。上次我就讓我講，可能你做啲曲款用行業做，最可是我讓我個創條咪會，就要從開玩笑講，你係講你寫啲東西係用行業來寫，係會上到用辦，係，故所最可是其實冇上岸到，所以講順其聽聽，係啊寫，不過我經寫是經發現講，其實呢件事情係有它的意義在，係因為我自己輕動都會資料看一下嘛。是地講其實你哋客家嘅文化，
叠体嘅树图其实动夹，非常夹，嘿，像一啲拉背嘅后声音吼，其实是很烫嘅说，不过其实是冇买会讲，嘿，古说我需要动打松，古说我需要其实我写来的东西系讲做得有一点点嘅让向吼。本拍摄后声音做得取到，其实客家的文法、客家文化的文法，黑洞很迷人。是，就是如果让他们也开口多说一点客语的话，我觉得这样的话，我是希望也许可以，但是这是一个很远的一个目标。没错，对，我们追剧客语俩下，其实是应该客家好学的什么，当个活得像个客家人，我觉得最重要。我自己先做好了，对。我觉得我很想要办只奖牌本机耶，就可以讲到非常解，客家文化、客家歌曲。我讲办奖牌本机係因為你係類似咧23歲嘅後生應該咧簽嘅嘅感受。咁我講到呢一片，你講到爸爸支持嘛，哥哥也支持，應該朋友咧。朋友。對啊，因為當到朋友攏愛講去轉到客家電視台，一談到講客語是準走。我有朋友其實是讓我強下咧做任何嘅朋友，見到數據係我各種啲寫我語言，跟你係同學啲寫我語言，係假使我其實最開始寫客語嘅東西嘅時節，佢有談到，其實除咗動聲詞，故所其實攞請我強下做，因為佢未讓我強下教任哦，係佢負責做歌曲嘅部分，編曲嘅部分這樣。呢時就開始就合作，像你咧給佢歌舞啊、歌舞啊，其實是我老師佢強下做嘅。係啊，故所朋友其實未全部當記住。而且我非常介特別吼，因為大家都講客家文化嘅傳承，其實任何一條當好傳承嘅一條路。不過大家除了傳統嘅歌曲啊，羅山歌、山歌子、平板，其實小條，不過流行歌曲也係，客語後生嘅性感度愛起到，用嚟做編曲是非常嘅重要。你像韓國歌曲、台語歌曲，英語其實形容嘅道理嘛。對，你聽的是該貴隻歌曲嘅感受，你聽的是它詞的含義。如果剛才你有談到佢講吼，用歌舞咯，按歌舞，我想說，你有冇解意思？其實佢創作一條歌曲吼，你用英文講，它是on-go mode， 對 ，right， 對 on-go mode， 所以吼，你係繞牆你所有嘅向前去彈幾嘅該條創作 on-go mode。Yeah，go mode。記得講愛按 go mode， 愛真實動 go mode， 愛真實 on go mode，yeah go mode， 記得講愛按 go mode， 愛真實動 go mode， 愛真實 on go mode，I don't need your OS roll， 每種高美先發用半個 ，You're not with me move your ass。愛的力量衝手，時間不延 This is only more than less That's because the vision That's because it's facts 天生行你條公路夢一定辛苦心酸不用辛苦兄弟 we got long way Keep the boat nicely Never push too fast Keep your head up 往前會時光慢慢改變 Don't let it hold you back 耶，你是係大家談到嘅 on-go mode， 跳講好像很有氣質一樣哈。不過其實，你首歌曲非常介特別 on-go mode， 大家有知道嗎 ？on-go mode， 也老熟知 on-go mode， 也識聽 on-go mode， 所以你係客語好，英文就好，你少介下呢條歌曲。好，其實 on-go mode 呢條歌咪係有兩種唔同嘅方式。on-go mode 係客語地位，台自家寫啲 on-go mode 係馬英講，你當 go mode， 當快，係，佢就用英文來詳細講，你係會走會痛起來咧。其實 on-go mode 呢條歌，對，要啟動，蓄勢待發 on-go mode， 對，就是在這個走的這個模式上面。對 on-go mode 呢條歌講嘅東西，其實愛做任何都了下。因為其實我講真是我讀書咪冇當好讀，我讀兩間大學，結果到每圈冇讀咧，冇讀到冇讀畢業，而且有都不同的經驗累積。對啦，對。故所我其實創條嘅渠道，可能未真係冇一天有人會講誒，網中永遠講冇，網中永遠講冇，冇，其實唔是有人講我當講冇，on-go mode呢條歌其實講嘅事情就係從。對你嘅社會對
後生囡嘅想法，可能許多後生囡說乖乖讀書啊，讀大學啊，畢業是最好走線上，係最好走線上，吼，可能存錢時候咧，佢說唔過，該是唔係愛想嘅個嘅想法，佢說愛去從頭嘅去到，可能愛自家哦去對，愛自家想嘅呢個目標哦，可能對學生囡來講，可能會去到係日日當過模嘅，因為唔好好讀書，我讀到大學嘅個。要冇畢業，冇讀咧，係佢所係要到長對咧，所以你哋下係講過模咯，按過模兩條歌曲係冇？係按過模兩條，按過模兩條歌曲，OK，佢所係講要到長對咧殺符，有點像是束縛的東西，去做一個反擊，這樣。是，對 ，OK， 所以其實還有一條歌曲按到過模，係，還有兩個一條歌按到過模，如果過模兩條歌曲。老葉按過模只差一個字，對，一個是按過模，一個是過模，又蠻冇強容。其實講嘅東西動強，不過有啲冇強容嘅地方係下節切加皮上說，按過模彈起說合快，動強係慢音強容，係從愛啲地位講，我上講愛先發用半個，用慢動快。不過過模撈按過模嘅冇強容地方是，按過模有啲強係專門在講客語裡面的按過模的這件事情。就是在說別人很夠猛嘛，所以我的態度是我想要就是反擊別人的指，比較叛逆，對，比較叛逆一點。那夠猛其實就有點像是針對人文地位嘅夠猛而招來而痛起來。比如說講話嘅方式其實就都從讓愛自家講話，要跟別人講說我的決心什麼的，所以態度上其實是蠻不一樣的。所以這兩首歌其實他們的角度不太一樣。哇，真是動站掉，我們談起講非常會講話呢，還有乜嘅故事好講？聊下呢等下就仲可以講。好。I'm on the go mode, not gonna slow mo， 向天全操好，每筆火落到，每筆風割送，眼唔係講人為速度情格。I'm on the go mode, not gonna slow mo， 你講愛 go mo， 愛係你操好，每筆火落到，每筆風吹走，愛講係要讓。I'm on the go mode, not gonna slow mo， 下個人進攻，下個界前鋒，上副愛作到，強硬錯雙鋒，人為高處動浪。I'm on the go mode, not gonna slow mo， 愛隨時愛做，愛是最好做，切對寸唔到，切對唔打鬆，愛條是多多強。耶！你下談到嘅歌曲是係位置帶來嘅歌模係嗎？係。好，然後日文係歌模的，係講用下尾彈嚟當住歌模啊你啊。是嘛？應該歌模錯。講實在話非常流暢，非常嘅舒服。因為大家可能會講，你為什麼這樣講？因為大家係啲哦，你會讓你漢語尤其係會了強解理解我們說這個腔調的音律，對，然後你會落去表達按樣解從佢講，你睇後生運動流行嘅啲講 rap， 表達按樣解節奏，然後按樣解音調地圖，其實你要非常解表達。才有辦法，係冇所謂起到，都是用哪裡怪怪，哪裡怪怪。對，我這樣算有講到重點啦，哈。有。等下，所以你係跟他講嘅歌曲，就是按歌模啦，歌模。不過不論用嘅，希望向前面做得多去欣賞一下位置帶來嘅歌曲。雖然因為起到講，哎呀，我從細到大都彈小調、彈羅山歌，記得後生嘅歌曲係彈唔少。不過你慢慢去欣賞，而家就係記得撈其他嘅後生嘅溝通嚟講嘅方式。所以當到其他嘅後生嘅彈到安樣嘅歌曲，起到重要。像第一個啊，原來你係客家語，原來你係會了強。我覺得這也是傳新客家文化、傳遞客家文化嘅一種嘅策略啦方式，可以這麼說，對不對？對你來講，用你自家嘅意義，不過對你貴州客家文化用另外一層傳遞嘅意義。我是這樣講的啦，這樣的總結還滿意嗎？位置很棒，我覺得說得很棒。謝謝，這個年輕人也是蠻好聊天的哈，很配合。所以啊，我對生你問幾間問題哈。請看你個誰單元，強下快問快答，一起快問快答。所以強容我哋題目冇落去講哈，其實考的是記得個反應，唔本記得準備，所以準備好嗎？忙好嘞。好，生你問題一題哈，強問。最想愛撈哪一屆客家歌手合作？年齡係乜屆？1、2、最想哦， 3、
我直线够好累啊！我就知道你会攻击，你刚才那个脸想很久哦。好啦，直线黑你最想合作的，为什么？黄子轩外款哦，你好好讲，我觉得子轩哥佢动照顾还有上面，对，嘿，因为佢其实佢係設架老皮沙講，哦，佢就糖果，哦，公眾會做咧購夢用吧，你掌握熟悉。所以現其實應該沒老給面唔是，對吧？他就是很，而且我覺得他不會有那種很前輩的那種架子。我10年了，對，快讓重複嘞。對啊，你按誰，有沒有？哎，他不會，對他不會有那種好像真的很前輩那種感覺。對啊，然後他那時候也是，我記得那時候其實是我一開始不認識他，然後他自己。就是我忘記跟別的朋友講嘛，說還有聽過我做的東西什麼的，對啊，我就覺得很親切，就不會有那種很有距離感，對，而且很感人，對啊，因為提攜後輩真的是前輩，就是這是他一個很棒的特質。子軒的口氣很安勇感人，嘿，子軒，哇，黃子軒，佢講佢最想的合作甲客家歌手是你嘅，夾落去合作哦，哈，好了解。好，再來唔會動難哈，再個一天哈，請問係講你哋係推薦一路。客家菜本朋友推薦乜嘅菜？哦，誒問題挺簡單的，切對應該食破，咩青菜的板仁哦，應該食破的板仁。哦，烘啊甜啊烘的，烘板仁。烘的。為什麼？你不是好似烘板仁？其實應該係咩台子嘅是合到甜的，咁啲應該沖成嘅一啲不合適。是烘的，當然地步又凍到，我外婆都會放菜，真的就是他加那個茼蒿真的是沒有在收。OK， 好椰菜，嘿椰菜真是凍好食，全部那個大白你食嘅是那個椰菜全部。你又講板仁本性啊，板仁係咪攞到凍好食？板仁未好食。阿婆自家攞嘅板仁。其實應該唔係，可能唔係，自家攞嚟調。反正你好時間梅水是錯的，客家烘板仁鐵有個梅水，對，給凍。這個也不是臭蓋的哈，你客家看電視嘅鄉親沒有聽啲，你客家嘅烘板仁係你個鐵色嘅，烘板仁其實別人沒有，因為你有客家嘅油葱味，錯，好，這個好啦，過關，哈，你啊兩天都過關啦哈，好，就我嚟講哈，因為佢從個歌曲家下鄉親朋友彈過，他就是走 rap。哦，他 rap 嘅客家用英講，嗌咩五 D， 你講共創藝術比較像說唱藝術，對不對？就因為美國音樂都有從樣去講安樣嘅節奏，哈，所以客家他冇乜嘅專有嘅名詞啦。咁嗰時係從客家嘅共創，從 rap 嘅你都會有一些手勢。錯，你是什麼？你要不要表演一下？你講愛切割，你切割專有的，對。其實兩天門嘅真是凍好。愛簽日報的哦，愛長切割發明，愛切割手勢，愛比本台切割又可以意思哦。你可以配合你想要配合的歌曲，這也可以，或是你單純分享手勢沒走帶。好，我直接比給大家看。好，就是長這樣，2個葉 ，V， 然後變這樣。這太難了吧？不會，這個手勢很棒，你再一次，你上。好，要有一種跳舞的感覺。等一下，這讓我覺得很像是舞蹈，我覺得好棒。可是你一直唱，一直這樣，是可以的吧？這樣子。你說我一邊唱一直。對，因為你剛那個夠夢，剛剛夠夢，你試一下嘛。我那時候你說阿夢的夠夢，那個手語歌的感覺，好棒哦！來賓總上鼓勵，我覺得會紅。真的嗎？這是新發明的嗎？這是我前陣子剛好自己練習的時候想到，還沒有發表。我上一次在底推被表演，應該。客家移民剛研發的，其實應該是就有錄影嗎？那一次有播出嗎？好，那算是第一次，對不對？對，200首聽100，對不對？鄉親朋友，好奇了，我講過200封，我覺得位置你一定要一直弄這個，真的。你說多比一點？對，你以後你一唱就要比這個手勢啊。可以，你剛變成我自己一個代表了。我覺得很棒，只是很難。還好，就是我可以好教一下，就是2個葉有沒有？因為我的歌我前面都會有一個 V。就是我自己 V 啊，微這樣 V， 對 V， 然後所以就是2個 V， 這是2個 V， 對，然後疊在一起，對，然後2個葉交叉，然後嘞，然後會比這樣子，然後翻過來之後就變這樣，對，這樣子，這什麼意思？這個呢，其實我這個想好，因為其實我有一條歌裡面就有講到說，
taking L's no better way， 就是 better way 里没有讲，就是其实我只是动吼，没有，就是说其实我动吼。这个其实就是 L， 哦，2个 L， 2个 L 最后把它变成 W， 不是 L 是 L， 对，再一次2个 L， 然后把它变成 W， 就是 W， 真的英文很好，因为我们台湾人英文会讲 W， 对，所以不是 W L W， 对，这个意思就是 L 的意思其实就是 lose， 就是输的意思。你真的，我觉得你要不要开一个什么 YouTuber 教英文，然后 Hey 没有 VV Double L W， 是不是这样 ？Repeat after me， 对，可以吗 ？Uncle Mo， 可以吧？就是我的脸都红了，好，好，我觉得可以。最后一次，再一次，1、2、3。VV on this， 哦，好棒哦，觉得喜欢哦。好，我们先重改钟一晴又喜欢吗？啊，有点头了。我们的阿群妹，我们另外一个主持人，我觉得很棒。其实今天来录影没有那么紧张哈，也觉得时间过很快。其实又动都改时间走来到台家来复印我们讲来起的，他也搞得好神奇。我最后一题好不好？最后一题，如果是位在黑工作台上唱歌，突然忘词或落拍，你会怎么办？哦，我觉得这很简单，就是绝对就是假装没事，不是就是忘词的话，就是假装赶快带气氛，麦克风啊，唐东16个上，对啊，就好了。对，其实蛮简单的，对啊。因为我其实唱我表演，我觉得这个好，对啊，唱一唱，糟糕忘词就马上对，OK，唐东16个对，你赶快接给他们就好。那下次我如果看到你这样，应该不是忘词。对，也有可能是忘词，有可能是忘词。好，那我好棒哦！非常谢谢今天的一起快问快答，应该很棒吧？motel 讲哎，没有沟通过的哈，聊非常感有意思。其实你记不记绕墙的喂，拜托节目力度分享几个歌曲，大家会知道讲最每一题哈，你使出50秒的时间，学客语。口汉语讲哈尾，应该像你讲的动好，哈尾你创作歌曲会动难吗？不，挺难，其实挺难，因为你下其实还有声音要写的东西，可能係挑白音吼，挑白音可能完全冇講過的東西。故說，你下有寫東西，要寫可能係，比如說假設啊，我寫的時候談戀愛啊什麼之類，挑白音來就講嘛。愛的，所以客語詞有斷層。對。好，安迪哦，其實節目搞得非常來加出20秒哈，因為基本搞同多東西，我到大家都分享。其實你個會會出專輯咧，對，老書可以強下會出盲煙，盲煙可能年初底，大家慢慢就是好追蹤，對，期待追蹤哈。所以呢，其實盲煙個演出其實會出一種叫做個 rap 嘻哈個專輯，所以個興趣沒有而去。对众而去了解，该六是出新专辑的时候再来这边，让大家来分享，好吗？所以今天非常来感谢微来到节目里度，让大家来分享哈。希望下次来到直线 Q 龙会总每个来感觉，好，就是来这个就是我终于又回来了这样，所以感谢你哦哈，继续加油，好的。所以呢，天天下来做嘛，该来 Q 下来做认同了。中戏福喜里界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里界面書傾站，還有聽嘢你客家電視嘅 YouTube 頻道，讓你嘅影片呢分享出去哦，感謝大家。